안에 다들인데 보도에 게시 보도에 칠럽진 묘기 엔트마도需要인 今天接着会讲解的延续昨天的波多瓦大师的修心序语。也没说，看不懂。大这里啊，大家讲的说句的说呢。天南村的老老婆的牛儿多，成都是不是开了我忙不多的，天南村的不是送啊娘，俺那呢土农批呢，基础企业呢，上辈子的牛马钱吧要么种的，去年那他们就天天苦，我们家也天苦那吃不中，现在啊，提出越多娘呢，苦了些呗，苦俺的三百吨吧，咱么种。接着内文当中提到放下此生的人真的非常少，然而说自己是菩萨的人却很多。我觉得这些人也是为了此生而这么说的。对我来讲，在乎的是如果今晚就死了该怎么办，不会多想明天之后的事情。明白死亡无常的道理，就会了解万法的要义，这也是最重要的修持道良。有时候我以为对方也和我一样的体会，因此和对方分享，但发现对方和我的想法完全不同。다들 인주스 안에 단 딜레야 가르친 거라서나 가장 쉬운 신기 아니 보도와 코랑기 근데 최나지마도 뭐 쉬비비냐 탐제 녀몽의 딩도 되네 뿡네 녀몽의 냠으로 좋아시 또 제발 마도베게 근데 최대베 카시에점나 샤메스 또 소예브래 那么就像我们昨天有提到，波多瓦大师曾经说，我学到的任何的一个法，那我都会将它用在这个对治烦恼这个上面，我没有浪费任何一个法。现在，俺这个去西北没偏，去西北讲没偏，去的娱乐角西北就过来是，去娱乐角西北过的过来是呢，去呢松本南新，拉达去啊，去呢松本南新。没济拿了，我说，拉来钱，这一不来。换句话说，这是在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仅仅是听闻或者说了解，就是知识上、理智上了解佛法是不够的，重点是要将佛法和你的心相结合。什么叫做结合？意思就是你试着去练习它，并且试着正确的如法的去在你的生活中、一生中去实践。다들 이나 다 등산 가시기 어래 다들 시험 먹어지 다들 내 망하지 당운에 전에기全삼대 거와토도 사나 내 도디샤 다 대랑全三的，他的错嘛做一套吧啦，去几天中差不意思呢，远点不多的，天呢先这边呢没吧啦，你吧，给吧，那不确实没那么，先给我吃吧了，这是一让我吃呢，给我吃套吧，多呢送到吧的，马过吧，大的全三的，错做嘛是啥的了呀，土地也不得下，现在看上。大大前罗嘛这些的处所。那么讲到昨天到刚刚讲到的内容其实这是上一届祈愿法会最后都有讲到了，所以真正应该是这一届要接续开始讲的是从后面这一段，
这段的内容是：有时呢，我会担心现在福德资量不够，但是可能对方这另外一个人却跟我说：“哎，你反应过度了，不用这么紧张。”这样子的说法哦，好像是在告诉我，哎，对这个积聚资粮要升起后悔之心是一样的。因此，让人对不该后悔的事感到后悔，这难道不是一件黑法吗？经典中说，如果随喜他人的善行，将能得到一半的功德。那些人难道没有听过吗？俺这嘛就是老那个啥，这个是空拉拉那的，去了年把老板们下场的准备吧饮食的，下场的看呢，人都听着中一目不应，可能了三八天里面的答应。天了我啥都听不赢，天了考完呢，基本上都几十万多呗，下次完赢啊，天了明年。接着继续后面的内文。对于我这样的说法，有些人又说，我这不是在教你不好的事情，只是因为关心你而做的一些提醒。别人这样的一种话语实在让人失望，这代表他自己的想法也只是那样子而已。对方可能还觉得自己蛮了不起的，但事实上，他都是在劝阻我尽力不要脱离轮回。因此，虽然他们的话语是一种关心，但是我是不会听取的。当然了呀，他的错作业，他这那都是老下个事，呢。但我们这上部影响哇的。全网不写的开始影响哇啦啦，全这书啦啦的录语写的，三八听不着马中呢，另外下排不着东尼马对呢，俺这几个写当，全把上部影响哇错呀，我了前天多就先了让马来把就杀了，前天了多没啥钱了，没啥玩钱了，天天遇上部这个地上面被公把这都跌了，感觉都在查伢把嘞。接着后面的内文继续提到，我跟一些声称自己是大禅师和学识渊博的智者、持戒者交流过佛法，和其中几位呢在谈论历史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想法实在是不合。最后我也不想再做什么深谈交流了，只好陪他们闲聊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我发现有很多自诩为好修行者的人，其实心中的盘算都是为了以后不要依靠他人，先要准备好一生的衣食，然后前往一个好地方，待在一座不会积聚恶业的寺院行善修持，这就是他们的想法。除此之外，他们真正不在乎，所谓这种真正不在乎此生的修行者啊，实在是少之又少。这里可都的牛的，理解吧，理解嘛。当然呢，这个工作什么能行的，的庭上，呢，现在的老呢，什么的没得的，现在的呀呗，先把老不懂的，女啥都是，全就因不是什么因生的，忙不啥都是。所以，就像这里内文中提到，现在很多人。都说，现在很多人真正放下此生，或者说不执着此生的人是很少了。然后大多数的人都是喜欢说我自己是个菩萨等等，但其实他们都并没有真正放下此生。到底，这他们这个真的吧？真的了，这个先把这些查的都是真的。그래서 천디 년라를 위치도 전주선바 인스 케라샤버지。所以这些人呢，其实都还是执着着今生，没有真正的放下。他们贪着的这些
都只是一些名闻利养等等，或者一个菩萨的名号等等。sen de la shenpa lo na chanju samba yimi ina yin mina mi samba ro chi khare chungna chung samba ro chi ta kandar lo dewa chi dang ta kar shui te su me ba ro chi de ji gu ren. 所以，如果是一个真的是不贪着的，然后真正是都放下的一个人呢，他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被称为是菩萨，他都是随遇而安。对于这一切的名号，他是没有任何他都是不在乎的。다지 가르쳐서는 미신다 천주 선바 레스 말음네 수술 개발요 매버치 don't care somewhere 텔레야 지고 천주 선바 레스 미신다 랍된다 천주 선바 뭐 마레스 랍된다 개발 매버 지가 강가를 파 당샤버치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一个真的放下了此生的人，他是不在乎别人要叫他是什么的，别人称他是菩萨也好，不称他是菩萨也好，他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他是毫不在乎的。나 보도 안에 배나 투누 배나 도공공다 신은 당아 가르쳐오래 삼네 당에 지자 강타 삼네 데네베 대 셈제 제바 마도베기 쌍편시기 선이 편시기 난 뉴맘 철시 샤 정규민도스 所以波德瓦大师就说，所以我真正在乎的是，如果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哦？这才是我真正在乎的，不是那些名号。当然也不会再多想明天之后的一些什么事情。아니 미신다래 나란 나 신기 소암 드제기 냠뇨 유기레 삼네 미신다래야 수수기 삼반난신 계속谢别 所以接着这里说，我以为呢，其他人也跟我有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体会，所以呢，我就将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也跟对方分享。공그 삼단단다 예 삼단단这个民族是。但结果呢，我发现这些其他人他们的想法跟我完全不同。 그저 가르쳐도잖아. 오 다들 교랑기 배선이 펜세기 배체시 진짜 마제미치 진짜 잖아. 자원이는 저거 말했어. 진짜 잖아. 교랑 무기시게 됐어. 똑지시게 됐어. 다 진짜 자대 야보자는 말했어. 람게 망보죠. 反而呢，是很多人跟这个波多瓦说：“哎呀，你这样子只想着今天，不好好做一些未来人生的规划的话，你这样是不行的，你会饿死的，你会没饭吃的。” 대대인도 코양 알아 배 셴발론 오 민들이 초산에 민도 삼바로 쳔 셴발로스 나양 콜라 이묵게소스 양아 닌지게소스 所以结果的情况是，这些人呢也不太瞧得起我。就波多瓦大师说：“那我呢，也真的是很怜悯那些其他人，那些这样子说的人。” 너나 나랑도 셈디 칸낭도 초네 배 수술 딩수지 많이 봐도 쿠틱스 비싼다. 저도 딩수에도지 삼단 들어봐. 딩수지 많이 봐도 곰신 상부 임베 팽기민도 최시의 개배 팽기민도 所以呢，波多瓦大师就说了，总之呢，一个人，一个修行人，如果没有在他的内心深处真的找到一种笃定哦，对于佛法的，对于这种的一种笃定没有得到之前，那么就算说自己是成就者也好，或者是一个善说、很会说法的法师也好，很会说法的人也好，这一点用都没有的。간지지 추고베이나 딩수 간지시 녀고베임냐 대녀버 쳐발이야 두제기 셔탐제 미다바 임발라 미다바 임바 저 못하쳐 근데지 고래서 那什么叫做一种心中的笃定，或者说找到一种心中对于佛法的一种确认？指的就是你真的了解到这一切和的事物，就是诸行，它都是无常的。然后你了解到这一点，대딩도 센들라 고바 메베 베 로
老大吃过，挺这些结果的是。所以呢，要真的确认说，就是今生是真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要这样子确认跟了解。今天迷茫不起的，但我报道了呀，大桥上给被缺其他的袋子手切啥都是，被切略当场都是，你这切呗呢？桥上被长不长，生意没习惯呢，可是没习惯呢，吃的起的是三多少的是，那个都是。那很多人呢就对我说，对我这样的看法，他们就会说，哎，你这样不行，你这个修行有点太过头了吧？那么如果你这样子放下，你也放下的放太多了。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你可能没有死之前你就会变成个乞丐，而且会被狗啊、鸟啊吃掉。orang kita le nyamlen sha de le gyoba ke chu dos den gyoba ke chu ade shen gyobe ne mai ba gyoba ke maron a je le gyoba ke chu dos de ma ju chanju sembe ge na bu chu shi xie yong na la le ane gyoba ke maron a le gyoba ke chu ba di na bu chu shi na ge ka shu da chira chira。所以波多瓦大师就说了。对我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的意思是好像要我对于自己的羞耻升起后悔之心是一样的。这难道不是一种黑法吗？所谓的黑法指的就是一种恶业这是指菩萨的4种黑法之一，就是你让一个人对于一个不该后悔的事情升起了后悔之心的话，那么就是属于菩萨的4种黑法之一4种恶业之一。所以的劝你写不能是哪人打图没比呢？没写劝你写不能是哪人当跟提出了，这是一让我钱了，这个吧是，多拿了3个给，这是一让我钱为呢，给我2磅，给我切个托贵送的话是，这里就是这家子马虎的呗是。所以波多瓦大师这里就说了，哎呀，你们这些人如果自己做不到也就算了，那你随喜一下别人在如法的修持，这不是很好吗？你们为什么不好好随喜呢？那么就像在佛经当中不都提到，你如果随喜一个人的修行，你可以得到跟他一样相等，或者是得到跟他一半的这种功德，难道这些人都没听过吗？我不多啊，张不强呢，大不讲给没不钱呢，没习惯呢，查的起的时候谁说呢？波多瓦大师也接着说，如果我成为了一个乞丐，像你们说的，我成为一个乞丐，也没人理，然后最后没死之前还被狗跟鸟吃掉了的话，被秃鹰跟狗吃掉了的话，这就是我想要得到的。그저 시어라 샤차체 저랑 심구르체 그저 시어라 그래 심구르체 아주 삼자 시어라 저랑 된대 시죠。所以对方呢，听完这个波多瓦大师这样的说法之后，对方就说：“哦，不是，你误会我们了。我们的意思其实是对你在关心，我们很关心你，所以呢，所以才说这些话的。”我来下次原件的时候看的，当年真正穷人的。所以波多瓦大师就说了：“哎呀，我听到有人是在这样子跟我说这样的一种关心的话，我实在是很伤心。”所以波多瓦大师也说了，他这样的话语实在让人失望这代表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呢，这里波多瓦大师就说，听到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很让人失望啊。这其实就代表了会说这样的话的人，也代表他心中想的就是执着此生吧。其实从那句话就可以看到，他对于此生的一种执着，他对于今生当中的这种衣食财物名声等等，他都放不下，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吧。那么但其实他说的这些话，对波多瓦大师来讲，波多瓦说，其实好像都在劝阻我尽力不要脱离轮回是一样。这种话，我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前上天上公卿一生间，大家呢是全忙不歇，全忙不歇呗，开把一生间，看些几档啊，就全的这个穷松，俺这说的给这歇呗意思。给这些，真的，俺就三把tungu民都是，三把当大这个民都是，三把当大满着就谈不到缺个别当，别缺个给这别玲珑也不去结果三不松，很乱去结果三不松的，但可是当俺就三把当大满着人都是，但给这些人对民都是缺个，可是如今青年对嘛松是，这样给这看成的，看注门就。马上就卸下意思。所以接着波多瓦大师就说，所以他就跟很多这些声称自己是大禅师，所谓大成就者，或者是很有学问的这种智者法师，就交流过佛法。那么结果呢，在这个交谈交流当中，结果会发现，哎，对方的想法跟自己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所以本来还想是多做一些佛法上的这种谈论，后来呢，只好是怎么说，就跟他们闲聊一些他们喜欢说的话了。大顶上缺吧，要不嘞，缺你们的钱给别在这儿的生意的就卡着的就啥呢？我嘞呀。趁地可说多接先了让么绿吧，让完对吧是钱的是，大体搞说是呢，这俺嘞呀，多个月的被这个说先了人嘛，我就说说被特别钱些，多个月的先了被人嘛我去钱，但这个月先了车么我就说说被杀呢，这个月的就先了被让我家么我去说说个。被差钱，天天打龙巴要不急，实际上打就龙巴那上不急，打还是今天这里啊，广巴这里啊，对呢，打给着要不起因，伢们要不起因上点个忙不都是，三百钟头马设备个，这哪来钱个忙不都是。接着，这里波多瓦大师说，还有我发现呢，现在有很多人自己都喜欢说自己是，我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但其实看他们在做的呢，他们其实或者说他们心中在想的都是，首先呢，先要准备好一点衣服，要准备好这个够的食物等等，就是为了以后不要再依靠别人，都先准备好，然后呢。接着都一切准备好之后，再前往一个地方，比如说待在一个好地方，然后呢，可能有一座寺院在那里，然后再来行善修持。这是这些人心中想的，所谓自以为是好修行，说自己是好修行者的人呢，心中是在这样子想着的。多接实际上呢，多实际上看了的话，接实际上呢，快了是不是？他多那多个先了，让我们绿把就用啊个特别刚刚钱呢，对了，没是给着。但其实这些人的情况是，他都是一直在想着我要准备好一生的衣食，然后再去修行嘛。结果一直准备到他都老了，还在准备这些衣食。他刚才那人，他把民族上天给缺钱给顺都是民都是。然后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可以说够了，可以了，有没有都没太多差别，我就去修行吧。有这样子的会这样子做的人，这样子想的人，我一个都没见到。本来我就我不就谈把特别往的前边呢，特别往的前边呢。
罗你去怎样呢？你给哪拦住的？如果举个例子，我们活到了50岁的话，其实里面有一半的时间我们都是在睡觉的，就是有25年都可以说在睡觉。但是那么你去怎样的啦？罗你去没心拍到呢？安尼就开始眼来就说说300没心不是那张多就说说一个开始大就米球什么的大就说说的长龙也不行啊啦。罗你去拍到拍就长龙也不行啊，光着。然后，那么有醒着的25年当中呢，大概有20年的时间，我们都还在，可以说我们的心智都还在开发，还在准备，还在成长。但龙啊嘛都拉嘛送，300心吧，长龙成为这了龙啊嘛都拉嘛。但龙啊的给细节的龙啊那个细节的，拍起社工的桥啊，大就多个切度，就是抓住。那么，所以可以说，要让心智成熟啊，等等这些20年过去了，所以只剩下5年醒着的了。在这5年当中呢，可以说又有1/4的时间，你是为了衣食，为了这些而努力。那大缺钱那样子，几点钱那样子，农业给那个市场，包括些叫吃松那个辣椒。所以结果变成是最后只剩下来5年当中的3/4的时间，是你可以所谓的修持佛法，或者说对做修持。但第一个市场了归是吃松，马到那边地拿了啦，唐不称的绿马他们这边塔青不几钱，天天吃起面个绿马塔青不几个人啥子，用过嘛的是。你个他起码就用多嘛的是，所以要在这么短暂的3/4的，就只剩下5年当中的3/4的醒着的时间当中，你同时想要说又要完成今生的很多的各种名声，各种的很多事情，今生又要圆满，同时来生又要有好的投生，要圆满的话，你是没办法两者兼得的。所以呢，策略马通吧，策略当摩托别个。근데 미디즈기 가르쳐드도 산 단디 나 개가 배 시가 개가 펜토고레스라네 다단에 배 사대도스 동해의 정치 사반는 시 사대도스 所以那些呢，其实都没有真正放下精神的人呢，他们其实都会像是这个蜜蜂到处辛勤的积聚采集这个蜂蜜是一样的。他们甚至还觉得这么做是很好、很有道理的。他们觉得这个是在为未来修行做准备。이나야 나라도 신들어봤어. 배나 풍회의 정치 깔래 좀 정치 사사사사. 타마들이야 에네 미실래요네. 但就像是蜂蜜的这个比喻吧，这些蜜蜂们辛勤积聚了这么多的蜂蜜，最后很多时候就是某个采蜂的人来了，一下就把这些全部都夺走了。哦呀，这张가르쳐야这个被大把电把甚至这个。对，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事情是恒常不变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稳定的，它都是会变动的。所以，如果说因此我们当一个人越贪执、越放不下的时候，他的痛苦也就越强烈。俺把这得子正面着，把这点心着。那我想这个部分就讲到这里。大地这里啊，不是，干啥的？那不是忙什么去？地这里啊，咱们就这里啊，光家都行。在接下来会念诵到此地祈愿文。然后我们会一起做一段简短的禅修。大家公园都行，在我们这里长了呀，身边我们讲那什么什么，但是的包了什么了，但的开始了一片片了，
嗯，公司现在民族大地给扎了点什么的都是，但是扎苦都没到了面。在接下来呢，我们会就是专注在声音上来做一个禅修，所以这个我会敲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钵吧。那么大家就专注在声音上。你摸的，但是前把是看的，但等于身体略当过的些，当然的就是药了。但是呢，前把没到的，搞啥的多几盘了，给前嘛药了，多几盘了，这说句啥呢？前嘛的那个药茶，第一个前嘛就是什么入睡就睡下不来是，当然先把解啥了，多几盘了。那么虽然刚刚讲了那么多要放弃此生而舍弃这一切的事物等等，但我这里解释一下，这个钵它是由钻石粉而制作而成的。那可能大家一听哦，钻石粉做的，又会对它升起一点贪心。生活中这个绿叶上什么的吧，那些绿叶对吧？就做的是绿叶上去，修过来的，那我年下去呢，这个都一样呢，这他说老婆那个比如讲下来这个都，这把是干嘛？那么这里身体的坐姿是身体要打直，然后手持定印，也可以双手就是平放在膝盖上，也是可以的。现在个潮啊，这绿来说的话，什么来说的话是吃过了吧？绿来说的话吃啥的，该什么就这些。这来说的话吃吧啦，俺那绿叶的就该什么意思？绿的过啦，那么进去俺的啊，当就菜的啊，了吧？这马这不吃些，过啦绿了种点钱，什么了种点钱，钱呢？俺绿的就说是一个抗短短的这个套的，他说绿色米个的，米不了呗，抗短短的这个，他说当头吧。所以我们常常在说，在做止的禅修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要调柔，你的心也要调柔。那么在这两者的，首先是你的身体要能够调柔，调柔到你能够自在的驾驭它。那么而不像是平常好像是被身体牵着走，但这个时候你要先锻炼你的身体，调整你的坐姿，那么接着身体能够按照你的意思，你能够掌握得了了，才有可能第二步再掌握住你的心。第个扎的了什么的，扎的过了，军前没有都是搞的嘞，现在点了什么的，扎的了。那么接着这个钵的声音呢，它会不停的，所以你的心也试着不停的专注在这个钵的声音之上。那我今天呢，就假装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艺术家、演奏家一样了。给家我都让你给家了，前面看是这个，答应他的，我主任的，我主任的。好，我们就开始，身体坐直，放轻松，然后专注在这个声音上面。
아마 좀 저로마지 빼갈라졌다. 오, 이가 뭐뭐되죠 나스다. 但这个也还不真不容易啊，一直这样子敲绕10分钟，这个肩膀都僵硬了。